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炎炎夏日，一碗冰涼解暑的綠豆湯絕對是消暑神器。但很多朋友在家自己熬煮時，常常遇到一個難題：直接下鍋煮不更好時吸腸，而且很難煮出軟爛起沙的口感。其實，想要快速煮出一鍋完美的綠豆湯，關鍵在於多加一步冷凍法，只需10分鐘就能讓綠豆輕鬆開花。首先將乾綠豆用清水淘洗乾淨，挑出裡面的壞豆和雜質，接着把洗淨的綠豆放入碗中，加入剛好沒過綠豆的水，讓其浸泡約10到30分鐘，使豆子充分吸收水分膨脹。隨後，將吸飽水的綠豆瀝乾水分，裝入保鮮盒或紙杯中，放入冰箱冷凍室凍成硬邦邦的冰塊，可以提前1晚準備。到了熬煮環節，鍋中先加水，大火燒開，水沸騰後，無需解凍，直接將冷凍好的綠豆冰塊丟進沸水中，利用冷熱交替產生的巨大溫差，綠豆的外殼會被瞬間撐裂。保持大火繼續熬煮5到8分鐘，原本堅硬的綠豆就會迅速變得軟爛開花。關火前旋可以滴入幾滴檸檬汁或白醋來防止氧化變色，這樣煮出的綠豆湯顏色碧綠透亮，口感綿密起沙，既省時又美味。想要煮出顏色碧綠的綠豆湯，核心在於防止綠豆皮中的多酚類物質發生氧化反應，以及避免鹼性水質加速變色。你可以嘗試以下幾個實用的鎖式小妙招： 1. 優算準淨水平調節酸鹼度。水質對湯色的影響非常大，建議使用準淨水或去離子水來煮綠豆湯，因為自來水尤其是偏鹼性的北方水質極易讓湯色變紅。如果家裏只有自來水，可以在水中擠入幾滴檸檬汁或加入半隻白醋，酸性環境有助於穩定酚類物質，防止其氧化變色。 2. 沸水下鍋，縮短熬煮時間。先將水大火煮沸，然後再放入洗淨的綠豆，保持大火快速煮沸8到10分鐘即可。此時綠豆表皮中的活性成分剛剛溶出，且澱粉尚未大量釋放，湯色最為清澈碧綠。隨着熬煮時間的延長，湯體會逐漸渾濁，顏色也會隨之加深。 3. 全程合鹽鍋合。在熬煮過程中一定要及上鍋合，盡量減少綠豆與空氣中氧氣的接觸面積。頻繁開合或敞口久煮都會導致多酚類物質迅速氧化聚合，使湯色由綠轉黃再變公。 4. 巧用一滾一冰法。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物理防變色方法。將綠豆在沸水中快速燙煮8分鐘後，迅速撈出並投入準備好的冰水中。溫度的驟降會使綠豆表皮收縮，內部裂垢發生變化，不僅能有效破壞多酚氧化的活性，以防止變色，旋能讓綠豆在後續燉煮時更容易起沙。 5. 避開鐵製器具與加鹼鈎。煮綠豆湯最好選用砂鍋、不鏽鋼鍋或玻璃鍋，切忌使用鐵鍋。鐵離子會與綠豆中的類黃酮發生反應，生成深色化合物，導致湯色發黑甚至發紅。此外，千萬不要為了讓豆子爛得更快而加食用鹼，這不僅會讓湯變紅，旋會嚴重破壞綠豆中的 B 族維生素和抗氧化活性。掌握了這些技巧，你就能輕鬆熬出一鍋色澤清亮、解暑效果極佳的碧綠綠豆湯了。綠豆湯變紅了，完全可以放心喝。很多人擔心變紅是變質或有毒，但實際上，這主要是一種正常的物理和化學變化。綠豆湯之所以會變公，通常是由以下幾個原因導致的： 1. 氧化反應。綠豆皮中富含多酚類物質，在加熱過程中如果長時間接觸空氣如開合煮，放置時間長，就會發生氧化聚合反應，生成光褐色物質。 2. 水質酸鹼度影響。我國北方地區的水質普遍偏鹼性，在鹼性環境下，綠豆中的多酚類物質更容易被氧化，導致湯色由綠轉公。 3. 鍋具材質。如果使用鐵鍋熬煮，綠豆中的多酚類物質會與鐵離子發生絡合反應，同樣會使湯色發紅甚至發黑。公式綠豆湯船有營養嗎？雖然顏色發生了變化，但變紅的綠豆湯依然保留了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、鉀元素以及 B 族維生素等核心營養成分，飲用後對人體無害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由於多酚類物質發生了氧化，公式綠豆湯的抗氧化能力相比綠色綠豆湯會有所下降。從中醫清熱解暑的角度來看，效果也會稍微遜色一些。
只要綠豆湯沒有出現酸敗味、異味或碎狀拉絲等腐敗現象，就可以正常飲用。建議將煮好的綠豆湯盡快冷卻並密封冷藏，最好在24小時內飲用完畢，避免反覆加熱。判斷綠豆湯是否變質，可以通過望、聞、觸、嘗這4個步驟來進行綜合辨別。只要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，都說明綠豆湯已經不能飲用了。看外觀顏色與狀態，正常的綠豆湯色澤均勻透亮。如果湯汁變得異常渾濁，或者原本碧綠的湯色變得暗沉發黃、發黑，甚至表面出現了霉斑或漂浮物，就說明已經變質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冷藏後表面形成的一層透明澱粉膜屬於正常物理現象，並非變質標誌。聞氣味，新鮮的綠豆湯帶有淡淡的豆香和自然的甜味。一旦聞到刺鼻的酸臭味、腐臭味、酒味或其他令人不悅的異味，這是微生物代謝產生有害氣體的信號，絕對不可再飲用。觸質感，用腳趾攪動綠豆湯時，如果發現湯汁變得過於粘稠，甚至出現明顯的拉絲現象，或者發現表面有一層滑溜的薄膜，又或者豆子變得黏糊糊、軟爛異常，這些都表明其內部成分已被微生物分解，發生了變質。嘗味道，在確認外觀和氣味無異常的前提下，可以取極少量加熱煮沸後品嘗。正常的綠豆湯口感清甜爽口，若嘗到明顯的酸澀味、苦味或其他怪味，應立即吐出並丟棄整鍋湯，切勿勉強咽下。對於中老年人、孕婦、人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，食品安全至關重要。如果不確定綠豆湯是否變質，請遵循寧可倒掉，絕不冒險的原則。常溫放置超過2小時的綠豆湯風險極高，不建議嘗試。自製綠豆湯的存放時間主要取決於保存環境和容器。為了確保食品安全和營養不流失，建議遵循以下存放原則：常溫環境不超過2小時。煮好的綠豆湯在室溫下放置超過2小時，就會開始滋生細菌，特別是在夏季高溫環境下。如果長時間敞口放置在室溫中，極易變質，因此不建議常溫久放。冰箱冷藏最佳24小時內，最長不超過48小時。最佳飲用期：綠豆湯煮好後，應迅速冷卻並在2小時內移入冰箱，溫度保持在攝氏4度以下。冷藏條件下，建議在24小時內飲用完畢，此時口感最好且最安全。極限存放期：若密封良好，最長存放時間不宜超過48小時。隨着存放時間的延長，綠豆湯中的多酚類物質會大量流失，超過24小時後流失率超40%，抗氧化能力下降。同時，即使冷藏，細菌也會緩慢繁殖，存在變質風險。冰箱冷凍約1個月。如果需要更長時間的保存，可以將綠豆湯煮沸後迅速冷卻，分裝到小容器中放入冷凍室。雖然冷凍可以保存大約1個月，但解凍後的綠豆湯口感會變差，澱粉回生可能導致質地發生變化。容器選擇，務必使用玻璃或陶瓷等非金屬密封罐進行分裝保存，避免使用金屬器皿，以防發生化學反應導致湯色發暗。食用前加熱，從冰箱取出的隔夜或冷藏綠豆湯，在飲用前必須重新徹底加熱至沸騰，以殺滅可能滋生的微生物。觀察狀態，再次食用前需仔細觀察。如果發現湯體變得黏滑、產生氣泡、顏色異常渾濁或有酸味，說明已經變質，應立即丟棄。腸胃敏感人群及人童建議盡量飲用新鮮熬煮的綠豆湯。看來你已經掌握了熬煮綠豆湯的全部精髓啦！從冷凍法、快速開花，到如何鎖住碧綠的湯色，再到安全存放的小細節，這些實用技巧絕對能讓你在這個夏天輕鬆拿捏解暑神器。